世界萬航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吳強仁。你在電視機頭前看到這個電視的時陣，你差不多敢有咧運動呢？台灣肌少症老大人有30萬人，其實專家講50歲就要開始喘咧等，而且唔那掠做你無肥就是無事人。今仔日你就要聽詳細，最後你強勇佫袂喘。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台北長庚病院內科主任林志明。大家好，我是長庚醫院林志明醫師。那麼第二位怪獸肌力以及體能教練何立安博士。大家好，我是立安。那麼第三位是大學形心復健科院長王思桓醫師。大家好，我是王思桓醫師。那麼第四位是咱的營養師李家輝。大家好，我是營養師李家輝。繼續咱來看肌少症，這是什麼症頭？人講這是老大人才有的症頭。亞洲的肌少症工作小組長期追蹤着亞洲國家，共要有35000名的個案。研究團隊公布了新診斷的指引，建議肌少症體檢的年紀就要對現在65歲提早到50歲就要接受體檢。台灣已經踏入超高齡社會，對着年歲增加，筋肉量和肌力的減少，會對健康產生影響。台北榮總和陽明交通大學合作研究發現，肌少症不再是老大人的專利，建議愛甲肌少症的體檢年歲為65調整到50歲。它下降的這個斜率跟過去年輕的時候差異不大，那可能就不必太刻意去處理。但是它這個45歲到50歲中間，這個是統計上很顯著的一個轉折點。研究團隊表示，肌少症的發生必須考慮身材、食食甲運動慣勢等等。亞洲人無可能直接用歐美的標準來做診斷。所擺自2014開始，就甲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合作，長期追蹤近35000個個案。上新證據顯示，中年是筋肉功能衰微的關鍵，提早體檢會當降低跋倒、失能甲慢性病的風險，而且筋肉甲心血管代謝、大腦甲免疫系統之間有大大的相關。當我們有認真在開始運動的時候，我們的肌力開始增加，當我們的肌肉開始變強壯了，那我們的心血管的風險就會自然而然的下降。肌少症呢，如果你肌肉不夠強，你的關節的負荷是增加的，你的關節是比較容易受傷的，所以這個引發的後續的效果還包括關節炎。研究團隊提醒，預防肌少症會當透過均衡飲食甲規律運動。飲食愛食有夠雅的蛋白質，運動愛結合有氧甲抗阻力運動，譬如深蹲、重訓等等，混合性多元運動是更較好。這項研究成果已經刊登在全球頂尖的研究期刊，是亞洲肌少症的診斷甲體檢標準。公視新聞採訪報道。其實啊，這個時代咧進步啦，吼，即像阮爸爸媽媽，即擺若在生差不多90幾歲，但因的時大人都毋捌聽過什麼叫做肌少症，剛知影講老大人愛變矮，愛龜龜，啊行路會喘，如此而已。啊，今仔佫甲你講，哦，你65歲毋通，50歲都要開始注意了。我要請教林秘書甲咱講，這個降到50歲，啊，而且是日本、韓國甲台灣落去做研究吼，咱台灣是第幾班的？是頭名還是上尾名？其實肌少症吼，一開始我會注意到肌少症是伫2012年啦，2012年啦。哈，迄陣我佇養生村看門診，迄陣有一對翁仔某，有一個先生吼要活90歲啊，伊就攏愛來開講，所以攏較要結束的時陣6點外門診，下晡6點外伊就來看門診。咧看門診的時陣就甲我開講，開講了，伊就講吼伊要去食好好食一頓啊，就請一個假車去餐廳食飯。一擺伊嘛安尼照安尼來，因為3個月回診一擺嘛，就開講，開講了，伊要走的時陣，因某攏本來攏徛佇邊啊，攏無講話。迄天因某吼突然間就甲我講一句話，伊講：林秘書，阮翁啦吼要90歲啊，吼，伊吼。
安尼糖尿病、高血壓、肺疣、痛風，攏有，啥物慢性病攏有。啊，不過吼，伊吼，佫毋是安尼爾，啉酒、食薰，吼，啊，佫暗困，吼，啊，歹習慣一大堆。啊，不過你愛知吼，阮翁吼體能足好哦。你看，伊才要去外口食飯，伊逐工安尼就想要去外口食飯，啊，出去攏無問題。啊，因太太就甲我講，你看我5年毋捌用過健保卡，不過吼，我體能就無好。我逐擺甲伊無跟伊出去，我袂放心。對伊出去吼，我逐擺等下忝甲要死去。啊，伊就甲我問講，啊，林秘書你甲我講，我啥物病？我一聽會驚一跳，你知哦？對啊，病一大堆，好骹好手會走會跳，啊，即落安尼，啊，無看病人，安尼無病人，啊，結果伊無體力，啊，所以這是阮第一擺吼，想講啊，要替阮的病人吼，找一個安尼解決的方法，所以才開始去注意講吼，啊，這肌少症的問題。啊，尾啊，阮就開始去看，啊，阮這養生村內面有偌濟人有肌少症。啊，結果咧？嘿，啊，大概吼，迄陣阮的統計吼，大概因為養生有一個特色啦，因為即擺時陣大家攏較健康啦，所以吼，有即擺時陣大家攏較健康。對，因即擺時陣相對吼，比較白的族群吼，加足健康的，所以即擺吼，阮其實即擺時陣70幾歲、80幾歲，其實大家攏拍照，你也看袂出講。伊安尼有什麼毛病？對。啊了吼，阮就開始看，啊就發覺講，有哪有差？阮就開始根據肌少症，迄陣有幾個定義嘛，吼，行路較慢，吼，啊手較無力，吼，啊阮就甲做一個檢查，發覺伊肉攏失去啊，手的肉、甲骹的肉攏無肉，啊阮就開始講啊，即就是肌少症，吼，安尼來定。啊迄陣吼，擱中間擱出現一個插曲啦。我有一個長官啦，啊一擺吼，有人年紀較大，就離我門近啦，啊伊就因太太就甲我講，啊，阮翁吼，較早少年的時陣足急的，行路攏鬥緊的吼，逐擺吼，我甲伊鬥陣出去吼，伊就徛頭前一直罵，啊行路遮慢，吼，啊結果呢，即擺呢，伊講毋是哦，即擺我行佇頭前，我回頭看，伊擱佇後壁咧掃，所以結論就是當伊的動作變慢了，伊肌少症就走出來。好，所以阮就開始看阮的在長輩，啥物人行路變慢，吼，伊的出頭力無力啦，吼，了，阮就去檢查講，伊的肉抑佫有豬的無？肉無豬的了，就真正進入肌少症這段。來開始，阮就開始想講，安怎要互伊較好的，比如講，互伊。食一寡營養，會使保這肉的成長。等於說，咱看肌少症基本上有一個標準嘛，吼，就是這小骹腿，對，小骹腿吼，查甫，你若是變鳥仔骹，34公分圍起來，比34公分佫較小，佫較小，就算肌少症。這吼，這個肌少症的這個定義吼，一直咧改。伊這吼有2014年，有2017年，吼2020、2025。安尼這阮整理的資料對啊？你這是上新的，所以是即擺的資料。其實一開始肌少症到底是安怎？大概大家攏有家己講，攏有一套話。其實這個發展吼，歐洲發展一套系統，美國發展一套系統，亞洲發展一套系統，這是有3個系統咧走。不過尾仔咧走的過程中，美國發展迄個系統無去用接受，所以即擺用的攏是歐洲加亞洲這兩個系統。美國即擺漸漸嘛接受歐洲這個系統，所以這定義是安尼來的。因為吼，咱甲這白人吼，亞洲人甲白人的身材啦，甲肉的這個量。有哪一寡差別，所以伊這個定義的時候，有一點仔差別。是安怎講？即擺這個報告講，降到50歲就要注意啊。即馬吼，咱一直有一個想法啦。吼，你今仔日吼，這聯合國有一個定義啊。你80歲的健康是60歲來的，
你60歲也去保養，你就80歲的健康。馬仔開來，今仔就要傳。對。啊，你也100歲，佫會使拍照，表示你80歲做認真呢。有咧欠，嘿，有咧欠，對，有咧欠，你以後才有錢通開，這就是這個觀念而家來。嘿，所以伊這個修訂這定義一直下修啦。所以吼，其實較早咧看，迄陣我咧做的時候，肌少症咧做吼，大概75歲攏無肌少症。肌少症的攏佇80通歲，吼，裡外資料庫來。所以恁即馬較嚴格。伊即馬來吼，慢慢就是講吼，即馬的資料往下修就是講吼，希望吼伊盡量會使注意，希望吼伊80歲莫用到健保啦，吼，做健康的安尼。用到健保無健保，甲肌少症當然有關係，但是各種各式各樣的這個病嘛是會用到嘛。對啊。吼，這。敢若好運就時鐘，歹運就靈應咁。對啊，是安尼。但是我要先請教到何博士吼，因為你也有咧教大家講哦，這肌肉安怎？那麼會使講，譬如講啊，我定定有隻骨哦，會去拉傷，這安尼算肌少症嗎？還是講無？這是一個注意按爾啊，你來開始來注意。你攏通常安怎？甲你的這個學生安怎該注意。我覺得這些的研究，我們通常都會找到一個更早期的一些指標。所以我們看到在年紀大的時候，很多代謝症候群啊，很多衰退的狀況啊，或者說跌倒骨折啊這些，我們把它往前推，其實呢，大概在10幾20年前會看到肌肉量、骨密度、神經系統功能降低。那我們再把它往前推，我們會發現呢，其實絕大多數的人從30歲就已經開始出現功能性的動作控制方面的退化，而我們再把它往前推，我們會發現呢，其實我們尤其是我認為這個下修哈，未來還會越修越低哦，因為呢，我們現在從小學入學開始到高中畢業，12年的缺乏運動，然後到了大學之後呢，通常就開始減少活動量。出社會的時候呢，第一次想要運動，通常是為了減肥。所以很少人會注意到肌肉量這件事情。當我們的人體呢，自然肌肉量大概在25歲左右到達巔峰，接下來就開始退。而所以說，我們幾歲開始老？大概30歲開始老。在這之前，我們會先看到的，就像你剛剛講的，會覺得腰酸背痛啦。其實呢，更早之前你會發現，有些動作先做不出來，蹲到底再站起來啦，屈髖不彎腰啦，舉手高舉過頭，這一些徵兆很早就已經出現。這些都是神經系統控制力在降低，控制力降低表示神經系統沒有在支配那個肌肉，沒有在支配的肌肉就容易流失。而剛剛其實林醫師提到一個很重要，就是說快動作做不出來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因為呢，人的肌纖維分成快縮肌和慢縮肌，用進廢退。我們日常生活當中如果都只做一些輕鬆的動作，那慢縮肌搞定了，快縮肌沒有得到利用，它就會逐漸流失。所以快縮肌纖維呢，很早開始流失。所以我們大概到40、50歲左右，會發現人跳不高、跑不快，然後呢，爬樓梯容易喘。為什麼？因為快縮肌沒有再出力氣了。而神經系統連接到肌纖維，如果我們反覆的去支配它，神經系統還控制得了這個肌纖維，這個肌纖維才有救。所以我們講，我們從20幾歲開始，發現控制力開始減退。何博士，對，我按呢關這靜溫吼。啊，家己唔知個關要去啊，坐坐落去，小可喘者吼，但過頓工吼，感覺講，那骹腿啊，小可退腿啊，呢小可疼疼，啊想袂起來講，我昨仔是安怎？哦，才想到講，我敢若是安尼走一集嘛，走車、趕車安尼就疼，安尼這有算做肌少症？不，當然哈，這個可能沒有這麼直接哈，因為呢，人只要做，就像一個運動員。他今天一直給他想，我想了卡加邊有練起來。就算是一個運動員，他今天如果做了一個他平常不熟悉的運動，他隔天那些肌肉可能會有點酸痛。不過呢，我們這可以當成一個。看紅上。不對，我還有一個部分就是必須要注意一下，如果那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仍然造成酸痛的話，表示連簡單動作我們平常都已經很少做了。那再加上說一些有速度的或是有力量的。啊，那就例如說，像有些人他可能提比較重的東西上下樓梯2趟，
隔天發現肩膀不舒服，那其實這也是一些警訊。稍稍拖一下、暖一下，啊，過兩天就開始，哇，安尼手指啊就開始會酸個疼呢。理論上來說，我們的人應該是在2種狀態要保持。第一種就是動態生活，也就是盡量少長時間坐着不動，動來動去哈，基本代謝健康。這古早話咧講的，最雞就要稱，最人就要變，啊，無要安怎？那但是第二個呢，就是除了動來動去之外，我們最好盡早，大概在20-30歲左右是最好啊。開始規律的做一些有阻力的訓練。當然呢，我說這個很像投資啦哈，最好的時間是10年前，那第二好就是現在馬上開始。所以呢，近期的研究也有一些的這個給大家一些希望，就是說你就算60-70歲才開始練，他還是會進步。但是呢，最好不要等到那麼晚。因為越晚開始，它的難度其實是越高的。安尼不要緊，就我心肝頭知，阮這60歲的吼，先來請教咱王醫師。那像阮這60歲，我坦白講，平常時都不咧運動啊，吼，無運動已經啊超過差不多30年啊，吼。以前阮運動選手啊，有咧拍乒乓啊，有咧走啊，但完全停落來這30年，我佇厝的我會當來做啥物呢？在家裡做這個肌力訓練，事實上當然上好是愛找好博士。是啊。但是啊，這樣我來佇厝裡哩。好，我們先講肌肉啊，它是一個很懶惰的器官啦。它就是很不想動啦，就是它都懶散。一拼就拼啦。所以我們要讓它長大，一定要去逼它，一定要讓它覺得說，不行了，不行了。事實上，整個人都是一個很懶散的器官。大腦不用就變鈍，心臟不用走路就喘，肌肉不用就變得很小，骨頭不用就骨質疏鬆。所以我們要讓肌肉有力氣有一個判斷的方法。我以前很常去外面的健身房運動，我很常看到有一些去那邊的人他們每天都報到，很認真。可能年紀50歲、60歲、70歲都有，他們每天會拿一些啞鈴在那邊舉。可是你看他們進去的時候、出來的時候沒有流汗，看起來神色很自在，然後開開心心的來，開開心心的走。那年復一年，他們的看起來肌肉量、身材沒進步，沒進步。可是啊，如果我們看一個訓練的人不管他幾歲，他如果會練到就那個臉都這樣揪在一起。那個人身材通常不錯，用這個標準，因為肌肉身體它就是一個懶惰的東西，它就是要被逼，要讓人覺得說快不行了，快不行了。如果我下一次再這樣練搞不好就斷掉了，所以他才會想說要奮發圖強，我才會把自己變得更強壯。所以用這個標準，我們可以來看這個健身房裡面的人，我們就知道誰會練得好，誰會練不好。來，王醫師，你來給咱示範一下，看你的面色有變軟的，真結開的，咱來示範一下。來，王醫師，我看你的面睭，看有結什麼面睭，來搶。我們這個叫做30秒椅子的作戰測試，它就是我們要拿一個碼錶。計時30秒啊，30秒的過程中，我們要手抱胸，然後一直這樣站起來坐下，站起來坐下。這個有幾個要點，第一個不能用手不能這樣子，不能用手幫忙。第二個站起來要完全站直，坐下要完全坐下。不能這樣站到一半這樣站到一半算作弊坐下也要屁股實時的坐下30秒鐘裡面愛幾屆？這個標準看年齡而定。一般來說，年輕人的平均值啦，大概30下左右，30下，30秒30下，20-30歲啦，但是我們如果是60、70、80歲，看年齡不同，我們最少一定要12個，12個，沒命呢，無容易我來示範嘛，來，你稍等，我給你算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71、172、173、174
25、26、27、28、29、30。今仔來運動誒。哦，呀，但是我看你面睭無迄落啊，我來試看嘛。來，我60歲就愛上無愛12個。哎，是。哇，夭壽。哇，你錢有夠歹賺。安尼吼。文哥是要30秒、60秒。30秒啦，人醫師講30秒啊。哎，來。3、2、1，開始。1、2、3、4、5、6、加油！ 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3、24。30秒。哦，會使嗎？會使，哦。哎，我這髖關節有人工的呢，安尼會使吼。哦，厲害！好加載，咱會做，咱再來問。好來，咱睇下看到吼，離咱這已經休困到1點鐘啊啦，無啦，唔是啦。王醫師，你甲看吼，像我這班呢，這安尼還佫有救嘛？有，絕對有。還佫有救吼，感謝呢，感謝大家攏互我鼓勵。但是厝裡若有迄種70幾歲、80歲的老大人，你叫伊做這，伊無甲你累已經真好啊！伊連叮當都袂叮，像這種袂安全，規個扛去恁診所，扛去何博士安尼。啊，這種袂安全。其實我們老年人的身體啊，跟年輕人一樣，可以透過訓練強化，而且不會比較差。我們年輕人感覺練一練變得很壯，但是老年人練也會變壯，只是起始點不一樣。年輕人假設有10單位的肌肉，老年人可能只有5單位。2個人都進步10%，年輕人看起來就會長很多，老年人其實也會長。意思是說，老年人透過訓練跟年輕人一樣也可以進步，而且進步的百分比是一樣的。這個道理很多人都不太知道，想說老啊就。只是講無看一個苗出啊，其實也是有進步的。我其實很常遇到有年輕人啊，帶他的爸爸媽媽，帶他的另一半來診所就是要我跟他講說要運動，要運動。可是我覺得講1句2句真的很難。我覺得觀念要改變其實對人來講最有效的方法還是看到身邊的人都在做。比如說，如果他的朋友他看到網絡上跟他一樣年齡的人在做100公斤，或者是他看到他的小孩在做，看到他的鄰居在做，那個就會很大的影響。我覺得醫生講一句話，或甚至像何博士講一句話，我覺得影響還是有限。可是當他發現說，大家都在做，而且很多人從不能走路到現在可以走路，走得很快，我覺得那個會最有效。我小陣才會請教講，若是穿這個外骨骼這種物件，敢有通啊幫襯吼？這小陣才來，我要先請咱的營養師講，那若穿這種的平常時肌少症嘛，就加食吧，安尼就對啊嗎？還是講其他的物件嘛要輔助？其實咧，離阮營養的角度阮會講就是你有人就講我就食足濟蛋白質的物件，我就會使洗吧。但是唔是你愛知影，你規工你原本愛食的迄熱量，你總熱量啊，你也是無夠。親像有足濟老大人，因為伊喙齒無好，無辦法吞不落去，所以伊食是得安怎降少足濟，對不對？你全部的量降少足濟的時陣，你的熱量本身就無夠。你熱量也是無夠，你食更較濟蛋白質，你其實要增加肌肉的能力是無的。你只靠找本隊就要起偌濟火，你就要起偌濟火。對，所以阮參像口袋做迄測試有沒有？我嘛有哩走社區營養，阮嘛是來打迄老大人測試，但是阮佇社區是測試12秒鐘啊。至少愛做5下，嘿，更加嚴格。無12秒鐘，12秒鐘5擺，對。啊，我嘛會測迄握力，
就是用一種握力器，看我們的力氣夠不夠，力量哦。來，我嘛會看伊逐工的食食，你當有體重降少。所以咱經理姐，營養師你的意思是講，你一工愛食2500大卡，你就是愛食到這個2500大卡。你至少愛食2500大卡，來咧，你的蛋白質嘛是愛加強的，因為蛋白質才是我們肌肉的原料。我無通好凊頭，怎麼樣凊？你平常時咱應該愛甲時大人講講，你蛋白質都要食，安怎甲講？有即馬有一個口訣，就是講有一個我的餐盤的迄口訣，就是大概起攏會教，就是每一個台語還是國語？不要緊，你華語講，我甲你翻譯。華語講就是每天早晚一杯奶，每天早晚一杯牛奶，每餐水果拳頭大，每餐水果拳頭母。菜比水果多一點，菜比水果加一點。飯跟蔬菜一樣多，飯甲蔬菜同款多。豆魚蛋肉就是蛋白質一掌心，記秀哦。豆魚、蛋肉、卵、肉，嘿，這攏是蛋白質的食物。記秀一掌心。嘿堅果種子一茶匙。堅果豆啊，嘿，就是堅果這油，好至少一茶匙，這是咱。就是一頓愛食的哦，所以一頓哦，對，我念都念袂完，我一頓。對啊，這是我的餐盤，一頓你都愛食這麼多。你說你一頓夠唔食遐濟？這飲食的補充吼，其實有多面向啦。其實這回長輩吼有面臨一個問題啦，就是講吼伊的胃口變細，吼愛食量無遐大，所以。主持人對我來講哦，這大量你敢食得落？這就是第一個量的問題。第二個吸收的問題，伊可能吼80歲吸收，可能甲伊20歲的1/2還是1/3，所以吸收就無夠，所以營養就不良，所以這問題就出嚟遮。過來吼，因為年紀一大了吼，伊喙齒也有問題，其他吼食的胃口嘛有問題。這個時陣呢？伊吼食的物件就食伊愛食的物件，物件叫做豆腐啦、卵的啦，啥物這攏食演化你看。細修啊。對。買下了吼，伊就營養不良，因為伊足集中佇個幾項食物爾。所以其實吼，我攏會勸阮的病人吼，伊若愛一頓人3-4個足好的，我攏會講，你若3-4個要去食出去食飯吼，拜一吼就第一個點菜，其他唔難管，拜二就第二個點菜。因為吼，你逐工點你家己愛食，你就營養不良。不過你啊，逐工吼攏無共款點的，你食着你無愛食，這就是你營養不良的地方，會當改善的。所以其實吼，這年紀大，數量甲品質甲吸收甲最後的效果吼，其實是一個足複雜的問題啦。即馬大家攏想要去解決這個問題。其實我嘛是有咧做一個工課，就是講。大老人伊的體質攏無共款，所以阮會做講 tailor-made 對這個人甲量身定制啦，吼，那講裁縫師特別為你量的安尼。這套你每工愛食的食譜？食的食譜是一回事，了阮就愛去評估講吼，伊身軀的營養是不是有夠？伊的身軀這營養是有夠？伊欠啥，阮來甲補啥？但是就安尼來講。他對啊，營養師所講，你本身你逐工愛食的這熱量，就愛有夠啊！你無夠，你食更較濟蛋白質嘛無效。這是兩個面向啦，吼，就是講你的熱量有夠的時陣，吼，是增加你所有的原料嘛。因為咱南要活咧有一個足重要的重點，就是講你要有能量嘛，你要有這來，就是講你這拿油入去，你即馬。上手入去了，甲燒成變電能嘛。你身軀嘛是共款啦。你愛食食物入來，你即馬入來了，你甲燒成你即馬入去，你的身軀有粒線體啊。粒線體即馬產生能量，嘿，你人才有電，有這活力會出來。即馬來講，這段要安怎甲黏做伙？吼，食物可以完全吸收，甲變成伊的。電能，互伊身軀有力，吼出去袂軟燒燒。伊咧等待過程中，佫將伊的肉，佫
訓練甲用起來，所以這是一步一步來的動作。所以其實這個面向吼是足濟，所以即馬是安怎講？較早阮的想法是講，其實我咧做肌少症一開始，我感覺伊就欠營養爾。不過吼，尾後就開始發覺毋是哦，伊甲其他的病有關係，甲糖尿病，伊甲伊的血油吼，每一個人無共款，攏有共款。啊，我就講一個上簡單，我講一個最近我一直咧講一個點就是講，其實吼肌少症，其實我嘛是甲糖尿病有一點仔關係，就是講。因為吼，你即馬來，你的身軀了，你無法度讓伊用糖吼來應用，啊，這叫做胰島素抗性嘛。啊，即馬了，這糖伊無得用，這是一個足俗的能源。糖是咱人體內面較俗的能源。啊，等你這個電力無法度出來的時候，只好你去燒你的機能吼，脂肪吼，還是你的蛋白質，你的。啊，你也燒着蛋白質，你就肉閣燒去啊。本來吼，你希望甲補得來。所以有的人就愛食糖。毋是，糖的意思是講，你的效率要好。即擺人攏是年紀大了，你燒糖的效率變歹，才變差。伊毋是無糖哦，伊身軀有糖哦，伊都糖尿病，伊都血糖閣懸的啊。啊，是伊的效率無好，所以伊的能源袂當對這糖來。啊，無法對糖來是只好對這機能，啊是講。蛋白質來，啊，這個時陣就將你身軀上寶貴的物件摕出來燒。啊，我不是咧講一個，甲我的病人解說講一個故事。我講，啊，你天氣寒，啊，咱燒啥上好？啊，咱就燒木材上省錢啊。啊，因為咱無木材要安怎，咱就燒米金啊。哦，好，啊，所以足濟老人的問題就是伫遮，伊身軀的能源無夠，啊，無夠的時陣。伊就摕伊身軀的肉出來做能源的來源，啊，就燒了啊。哦，所以就愛先看這個經源。對，啊，所以規身軀的代謝，吼，啊，甲吸收，這愛有一個對症下藥。對。是。啊，那何博士，那是像阮兜時大人，那是伊安尼真病大叮當，啊，要甲可能有可能要去，你會先建議伊就愛先做啥物代誌？我覺得說，第一個哈，我們剛剛講那個營養的部分啦，哈，要讓他們先知道說，其實訓練跟營養一直都是同一件事情。哦，為什麼這樣說呢？其實我們看哦，假設一個人他今天是完全不運動的狀態，他吃了一個很健康的一餐，那這裡面呢，這個澱粉類、糖分可能會拿來升高血糖，蛋白質可能會變成多餘的，它沒有利用，脂肪當然堆積成身上的脂肪。但他假設呢，一個禮拜規律的重量訓練3次，然後他額外呢又有日行萬步這些，同樣的飲食進來，蛋白質進來修補肌肉，然後呢這個糖分糖類變成運動的能源，那脂肪呢可能正在支持我們身體各種機能的過程就已經把它消耗掉了。所以呢，我們發現說呢，其實呢，把健康的東西吃進嘴裡，那是營養學第一步。當我們身體如何去配置這些營養素，看的其實是你過去幾十個小時內做過哪些事情。所以我才說，規律的重量訓練等於是去實踐了你選擇了好的食物，最後才得到那個好的結果。要不然的話，只單靠營養，其實你做對了一半的事情而已。那個養分進來之後，就像有些人他胰島素阻抗啊，那胰島素阻抗的話呢，他這個血糖升高，那血糖很高，可是身體得不到糖分。可是其實呢，當肌肉在收縮的過程當中，它可以經過不需要胰島素的途徑，直接把糖拉進來肌肉裡面使用，把葡萄糖直接拿來使用掉。那所以就發現說呢，肌肉本身就是一個控制血糖很重要的器官哦。那所以呢，我們要避免這些代謝症候群的話，其實呢，增加肌肉量，還有提高活動量這兩件事情，其實都是健康的一部分。那所以呢，再回到我剛剛講說，好，那如果說呢，我們現在大家有這個觀念了，願意走進健身房，願意走進健身房來，我說呢，大肌群多關節的自由重量動作，
深蹲啦、硬舉啦、臥推啦、肩推啦、跨步啦、負重行走啦，這些，盡可能都先從這些全身一起用力的動作開始。哦，這樣細步的開始。那我們看很多健身房裡面有很多的器材啊，它可能有一些固定軌道啦，然後大家可能覺得這樣比較安全啦，因為自由重量扛起來那麼重很危險啦。但實際上我們要考慮一件事情，就是說呢，我們在訓練人體的時候呢，我們其實是肌肉、骨骼、神經系統，它是全部一起用的。那如果說我們用這些可能健美選手在修局部線條的這種訓練方式，針對單一個肌肉來拼命反覆用力，你的身體其他很多機能是沒有同步參與的。所以說，以健康為訓練目標，跟以身材為訓練目標其實不太一樣。那所以我會說呢，最簡單、最難開始，我們可能會做一些簡單的檢測，看看它的關節活動度好不好，穩定性如何。然後會找到他現在能做的東西，讓他開始安全對抗阻力。然後如果他什麼東西都不行，蹲下去會彎腰會駝背，然後呢關節活動度不好，那我們至少放個重雪橇讓他推着走，這也是一個好的開始。所以大肌群多關節，然後開始對抗阻力。你更加袂聽到你來願意行入來，就有方法，可以來初初啊開始啊。沒錯。因為我隨時講，我有看過阮的朋友因是大人吼。其實是失智症，嘛是都愛去練啦。啊，拖一個敢若迄個氣球吼，啊，互因哪拖哪行，啊嘛安尼可能開始啊。哦，但是若是像復健科，咱其他的代志，咱去處理，敢會當開始家己來自我訓練，來自我覺察講，哦，這愛加做哦，加叮當哦，我意思。我覺得運動有一個概念哈，我們剛才講的很多運動啊，像我們剛才在這邊做這樣起來，其實30秒鐘對很多人來講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所以其實看到這些運動，他們會心生畏懼，運動好累，這樣也是受困難哦。所以哈，我們一定要把它的難度降低，這樣才能吸引大家進來，才能騙進來。哦，有更加簡單的不？有啊，就走路，行咯。其實哈，我都說知道，走路啦只有60分，走路不是一個很有效的增加肌肉的運動，可是總比你拿0分好，對不對？每天坐在家裡沙發看電視，很少出門的人，那個真的就是拿0分，拿10幾分，那個一定很不好嘛。如果願意出去每天走路1個小時，最少走路30分鐘，那我們至少拿個60分。雖然說分數不高啊，至少及格。如果還願意再多一點的話，我們就可以挑戰那個椅子起來坐下，起來坐下，盡量快，30秒鐘。哦，那如果說再好一點的話，那就是到健身房哦，找何博士訓練，那可以拿80分、90分，甚至100分。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因為看到運動很難，看到重量很重很可怕，想說我沒辦法。我們至少拿個60分，不要什麼努力都不做，那樣最糟糕。上無愛對起腳開始行去，安尼吼。啊，他營養師，咱平常時即馬其實還佫有真濟新的物件造出來，比如講，米後加即個蛋白質的，吼，還有其他的物件，但是需要安尼去真真去找一寡物件，還是講無啦？平常時的即個食物內面，你若好好啊食，就 OK 啊。尤其對士大人，因為他都阿林秘書講，其實是士大人胃口就歹啊，啊胃口歹，啊伊就食無多，啊便食你甲傳啊濟，伊就是會甲你塞破，伊就講啊你莫甲我傳啊濟，會拍算，啊就像這種要安怎來對付？對，親像你就是主持人頭仔講的，即馬都有足濟機能性的物件，我感覺這就是一種最好的方法，就是親像講你的白米。啊，白米原本伊的蛋白質較少嘛，啊，伊可能用迄栽種的時陣，無就是伊的技術，互伊的蛋白質較懸。啊，老大人食起來的時陣嘛是軟軟嘛是好食，共款食一碗米，一碗飯啦吼，伊就會使獲得更較儕蛋白質，安尼嘛是一種方法。啊，阮佇社區嘛有會教講吼，親像因的喙齒無好啊，吞袂落去啊，無就是有其他的吞嚥咀嚼的問題。阮就是會教因講，安怎把這肉煮甲較軟的，是用啥物方法？好，所以就是社區營養師攏佇咧做這種代誌，因為阮希望講吼，毋是
等因已經離眠床頂啊、臥床啊袂使行的時陣，我們才來關心他，安尼。吼啊，機能的物件會使用，無就是講，咱即馬有看到這，也是共款有豆奶啊，吼啊豆奶有普通的豆奶，嘛有啥物濃豆漿，即馬濃豆漿嘛足濟，共款一瓶的豆奶原本只有14公克的蛋白質，即馬的濃豆漿會使做甲21公克、22公克，我共款的胃口，我會使啉安尼，我就增加我的蛋白質或者是我的熱量。所以做細人都要加注意哦。係啊，這是就參像阮阿哥，阮姑姑嘛是，伊就是糖尿病足儕年啊，啊即馬就愛西藥劑，啊但是大概去西藥劑的時陣，就發現伊要為伊因兜行去車頂攏有問題，因為就是足無愛動的人啊。啊，阮表姐就感覺安尼袂使，所以就是把伊拖去病院的這復健科，就是比伊愛加行加動啊。結果安尼差不多2個月哦，原本伊去逛迄超市哦，行一點點仔路，伊就講我無要行，即馬伊會使安尼洗一日，這攏是進步。就是愛為這慢慢對小開始。對，啊，伊嘛會感覺講，對呢，我進前啊，一行3步，行5步，我就想要就是坐，我即馬就會使行較濟，伊就有信心會使閣較濟比較多的運動。是。對。我一直想要請教林醫師吼，肌少症除了咱看到講伊行路會久啊什麼，甲其他的這個症狀，譬如說包括着這個叫做什麼？伊的這個防疫的能力會變較差嗎？其實我第一條咧講這樣代志啦，因為咱的肌肉吼，其實本身伊是一個大器官啦，所以吼伊會使改善你足儕代謝的過程啦，吼。啊，因為你無肉了，改善的量就少嘛。你肉濟，你會當改善，你工廠大間做的物件就濟嘛。啊，因為你慢慢無肉了，你就無當執行足濟身軀的代謝嘛。所以這點吼，我都贊成的，就是講啊，所以我不時攏甲阮其他內科的其他科攏講一個故事，我講啊，這頭殼無肉就失智啊，啊，肺部也無肉就肺病啊，嘿，啊，心臟也無肉吼，啊，就心臟病啊。啊，腰子也無捌來去洗腰子啊！啊，這個概念就是佇遮，就是講你這肉內面吼，你注意下看，足濟吼，你注意看，較早講戲羅的人，你有看一個足大塊的無？肉足濟的無？吼，大攏3-8攏無啥肉。啊，你看吼，你看到心臟病人，你看伊足大塊，伊是腫啦，伊無大塊啦，伊是腫起來。吼，啊，洗腰子你看足大塊，迄攏是腫啊。其實你也無種的洗腰子嘛是3-8，所以你也無肉了，其實足儕器官攏會變迄個問題。啊，所以主持人都在問講，啊免疫力有問題無？啊，你也遮儕病，當然免疫力就會變差嘛。所以咱會講，你有糖尿病、洗腰子、心臟病、有肺病啦，免疫力，所以你看，佇個 COVID-19 疫情的時陣，得攏遮個人優先嘛。所以你佇這個面上來看，其實因的免疫力其實是較差，真正是會差。啊，若是有即馬有少年人吼，去拍迄個 Mounjaro 啊對。啊 Mounjaro 減重了吼，有人講其實你毋若是脂肪落落來，你肌肉你也落落來，是有這回事嗎？因為這段就有兩個論點啦，因為即馬這叫 GLP-1 啦，伊就是吼。因為這猛健樂伊即馬伊的物件就是 GLP-1，伊就是吼第一點吼，伊就是改善吼你的胰島素抗性，胰島素抗性改善了，所以你這血糖的控制變了較好。啊，較好的過程中呢，伊規個了吼，伊佇個胃的出口的排空會變慢，所以有人煮了的胃口變較歹。不過伊咧燒機能啊，血糖的控制會相對變較好，所以了你會看伊較瘦，所以即馬足重要的一點，瘦真的是安尼來。不過吼，其實我是心內科的病人，我來看，即馬有一寡咧做 GLP-1 吼，因為 GLP-1 健保即有
有吉普的是甲西馬古魯肽啦，另外一個 Homodisk 這個藥就唔是蒙健樂，蒙健樂就完全都無機會。啊，我看迄老人吼，其實因治療吼，血糖改善了，其實有的人會腹嘛是有改善哦，有改善哦。啊，所以吼，即擺我就開始咧看，其實有人報講肌肉會流失，所以我就開始咧注意。其實你咧有幾個高齡的，我看起來並無肌肉流失，所以我就想講，其實可能有當初咧做的時陣，有針對有的人的體質就是安尼，我注這伊就是會副作用，有的人煮都無副作用。不過這個應該有較儕的證明來證明，因為我看畢竟無夠儕嘛。啊，人伊這藥廠伊的大方面去觀察，量會佫較大一點啊。不過 GLP 我個人是感覺講會使好好啊去看一下，以後是毋是對這高齡的人吼，會使來改善伊的血糖，啊改善血糖了，唔通互伊的肉佫流失，吼啊即馬講的肉的流失內面吼，伊的這幾個基準吼，咱可需要佫去定清，佫研究對。啊，但是哦，何博士吼。那有的人講哦，我有咧減重，啊，但是減重了後，我佫啉這個兩白質，吼，食啦安怎，啊，肌肉才會成長。講到底，也是愛運動，愛破壞，而且運動愛有阻力，才有通生肌肉，是不是安尼想？對啊，人體的重要的組織和功能哈，肌肉、骨骼和神經系統這三個東西，剛好都對阻力起反應。這是運動科學，運動科學就在找說人的身體對怎樣的訓練會有怎樣的反應。那肌肉、骨骼和神經系統剛好這三個都對同一個東西起反應，就是阻力。那所以呢，肌肉呢，如果說要增加的話，機械性的張力就讓它用力，代謝性的壓力就是做到會累，或者是肌纖維損傷，就是夠重造成一些破損，這一些呢都會激發肌肉量生長。那不過呢，最強的一個還是對抗阻力，也就是說呢，不一定要做到很累或做到受損，這兩個都有效。但是呢，在初期啊，你光是對抗那個阻力，還沒有到很累，其實一些效果已經開始出來了。所以我們說，對抗漸進式的阻力大概是增肌最強的一個刺激物。那隨着你越來越強以後呢，它開始這個增肌開始遇到一些瓶頸。那你要再進行更強力的破壞，那時候呢，各種的課表都越來越有用啊。骨骼也是一樣，我說訓練肌肉哈，不能夠忽視骨骼這個東西，因為呢，其實我們現在看到哈，當然科學上的發現現在還很早期哈，不過呢，骨骼本身跟肌肉一樣，也都是有一些內分泌的影響哦，它本身受壓迫的時候也會產生一些我們現在不是很清楚的改變。但是呢，我們很難在很弱的骨頭上面長很強的肌肉哦。所以說呢，那如果要讓骨骼夠強的話，那其實呢也是對抗多方向阻力效果是最好的啊。所以呢，女性有的人是骨頭較疏鬆的，可能愛先對骨頭開始來就補給安尼。我們會說哈是這樣，骨頭哈它本身啊跟肌肉它一直都是手牽手，幾乎是同步。就肌力很弱的人，骨頭大概很鬆；骨頭很弱的人，他要做肌力訓練，他也必須要對。如果假設他現在直接去做一些劇烈的運動，對，那所以說他變成要回歸到有什麼東西同時可以幫這兩個東西帶起來。就像我們講說，有些人他的骨質疏鬆啦，然後呢，他如果說醫生叫他要運動，他如果選錯了運動，突然間做一個要跑要跳的東西，那他可能在進步之前先受傷。那什麼樣的情況下可以讓骨頭慢慢進步，肌肉也慢慢長？就同樣做阻力訓練。而這個阻力訓練呢，它可能是一個比大家想象的阻力還要大一些的。就是說呢，一項骨骼要進步的話，我們說大概是一個10 RM 以上的重量，這是什麼意思呢？什麼概念？就是一個重量啊，你反覆做最多就頂多10下。如果你可以做個30、40下的，它已經太輕了哦。所以如果做個5下接近力竭，那個就夠重。這時候骨骼就會慢慢變強。每一個人不同款嘛，哈。對，就剛開始有些人可能20公斤，就是在這個範圍；有些人可能是100公斤，在這個範圍。好，那所以呢，隨着人越來越強，你希望再提高肌肉量，再提高骨密度，你當然要用更重的重量才會有效。那你說這樣永無止境的做到什麼時候呢？我說一般來說啦，你大概會花個3到5年的時間。做到一個高水準 ，OK，
聽起來蠻久，但相對於現代人的平均壽命來看，3到5年其實並不多。對，可以用很久。哎，上無愛欠3年5冬啦。对，可以存了，然後可以用很久。哦，哎，上無愛欠3冬5冬啊。但是王醫師，那有較簡單的方式無？還是講無？這無蹊蹺啊？這就是3冬5冬的代志。其實運動就跟存錢一樣，我們現在大家每天汲汲營營，很努力在存錢，就是希望我們老來可以有一個好的生活。運動也是一樣。只是我們1個月不上班，大概經濟上就有點困難。可是我們1個月不運動，身體不會立刻的給你反應。可是當它反應的時候，可能是你60歲、70歲，到時候它反應的時候，你還要出去找工作，可以啦，很辛苦啦。所以我們真的是跟投資理財一樣要越早開始越好啊，一天一天做啊，我們就可以過得很有尊嚴、很舒服的老年生活。我想要補充一點剛才我們講到那個瘦瘦針的議題，我覺得蠻有意思的，因為其實大家知道啊，我們肌少症我們很在意，是因為我們不希望老來失能。但其實，在台灣呢，我們失能最主要的原因是中風，是糖尿病，是癌症。肌少症不是前3名，但我們還是很重視肌少症啊。這個前3名，這個中風、糖尿病跟癌症都有個什麼共通點？其實跟肥胖都有關。比較胖的人都容易得到這3項病。所以瘦瘦針呢，雖然我們可能會有流失肌肉的可能性，但其實這點大家還在辯論。對，其實有人說不會啊，甚至有人說肌肉變強壯。林秘書就講，其實一寡時大人也並無咧哦。這是有這樣的論點。那我們再看以後的怎麼說。但是我認為，光是把腰圍縮下來這件事情，就能把我們最3個很可怕的這個中風的殺手給它。對。其實我覺得整體來說應該是好處。這有值啦，這有值。但是楊叔，有當是愛食什麼？同時間會當顧骨頭，佮顧肌肉的，敢有這種物件？顧骨頭，顧肌肉。我感覺去拍力啦，拍指頭。補充維生素 D， 因為台灣人其實很不愛，就不愛拍力啦，嘿啊。所以咧，維生素 D 伊含骨頭，伊含肌肉攏有。去河啊，壓這個雨傘去炸起來，安尼。壓雨傘都袂使啊，所以你會使面你無要烏啊，無要老啊，你就面擦迄防曬但是你的手啊，你的骹腿啊，你會使露出來，愛曝力啦，真正愛曝力。啊，加去外口加行啦，加動啦，啊，食物件嘛是，就是物件你食，就是無共款的，但是均衡的加食，這最重要。多用。對，因為阮佇社區，阮看長者有人就是真正就驚講迄飯足無好，但是其實伊也是熱量完全攏無夠的時陣，其實你會使經迄較好的飯啊，像是糙米飯啊、烏米飯啊，這種 GI 值攏較低啊，配肉配菜，安尼健康的食，這是最重要的。食落來真重要吼，因為上後尾你甲咱講吼，因為這台灣即馬開始。咧推廣講，你50歲就要開始來注意，但是50歲的人，咱天天講吼，規工吼，攏咧拼事業啦、上班啦，要安怎注意？還是講其實有一寡小動作，還是安怎會當來提醒你身軀邊已經50歲的人，你無一定講隨去找林醫師、找何博士、找王醫師、找營養師，你家己來當來看。其實吼，這個議題吼，我是一直感覺啦，即賣的醫療吼，即賣慢慢攏咧佇個就是預防的醫學啦。吼，嚟講吼，教你安怎賣着啥物病，吼，看你安怎飲食，你日常生活。即賣嘛是咧講一個吼，你可能父母互你就是你有基因，就可能會破病，還是袂破病。最近佇個期刊，這自然期刊裡面就講到講外表基因來講，你的環境、你的飲食、你的運動、你的環境，就引起你這基因會發生無？今日我就甲一個病人講一項代誌，我講吼，20年來吼，我一直咧注意一項代誌，就是吼，只要吼我的病人講因厝裡吼姐妹吼有乳癌的啦，有乳癌我就攏會問一項。
恁姐妹乳癌，啊，我就問講，恁迄個得乳癌片你較大顆，啊較瘦，啊，大多咱的講師就講的這段，其實吼，肥胖在女性吼，她會把她的癌症基因來做表現，啊，所以這麼故意來吼，我就伊個發覺講，真正吼，伊這也有乳癌的人吼，其實伊呢家屬也得乳癌的，其實這個婦女吼，伊的體重真正較重。